雪中悍刀行剧版的剧情中，李淳罡在龙虎山重回陆地神仙境，一声剑来，看得无数原著党热泪盈眶。随后携徐凤年、武帝城挑战王仙芝，一剑开天门，双方战成平手。之后又在广陵江畔一剑破甲2600，再现了剑神当年的风范。而这是整部雪中悍刀行中李淳罡最为高光的时刻，同样也是李淳罡即将下线的象征。作为配角，在高光场面结束后便领盒饭，也成为了不少角色的主要结局。所以在剧版的第2季中，李淳罡的故事就不会很多了。那么你知道李淳罡是如何身死的吗？今天乐风就带大家一起走进雪中悍刀行第2季的故事。话说在徐凤年第2次游历结束后，李淳罡却并未跟随他一同回到北凉，而是选择了前往西楚，找到了那位先天剑劈江泥。江泥在被曹长钦带走后，一直忙碌着给西楚复国的事情。虽然整日忙得脚不沾地呀，却也因为没有了徐凤年，江泥也感觉到了日子过得百无聊赖。在李淳罡到来后，便展现出了9日不见的笑容，这倒是让曹长钦放心了不少。毕竟他的这位西楚女帝整日闷闷不乐的，也很令人担心。这大梁龙雀是把好剑，不过在你手里有些暴殄天物了。李淳罡端详着徐凤年送给江泥的大梁龙雀，上下打量了许久，也是缓缓的点了点头。剑是一把好剑，只是放在不会用的人手中，无法发挥这把剑的真正威力。所以李淳罡这一次找到江泥，就是要让他学习自己的剑法。怎么样，想好跟我学剑了没？李淳罡将大梁龙雀入鞘后，挖了挖鼻屎，便看着江泥问道。而江泥此时俏皮一笑，缓缓对着李淳罡回应道：练剑实在太累了，有没有轻松点的剑术？看着江泥有些耍赖的样子，李淳罡无奈地挠了挠凌乱的头发，思考了一会儿，便决定了教江泥御剑术。能学总比不学好，至少先收下这个徒弟再说呀。在雪中悍刀行的故事中，江泥是李淳罡唯一的弟子，不过直到结局也就只学会了御剑之术。这是李淳罡不教呢，还是江泥悟性太差呢？我们继续来唠。在江泥愿意学习御剑术后，李淳罡便开始用心教导了起来。因为江泥作为先天剑劈，御剑之术对于他来讲十分的简单。李淳罡在教导的过程中，只是稍微提点了一下，江泥的进步就非常的神速。不过江泥天性就不喜欢厮杀，在学习完御剑术后，对于李淳罡的那些杀招却一个都不肯学。两袖青蛇、剑开天门这些虽然威力十足，却丝毫得不到江泥的兴趣。李淳罡是真想让江泥学会自己的一身本领，好让自己的剑道传承下去。不过一直被拒绝后，李淳罡也没有再强求，便选择了前往红鹿洞中，开始了自己隐居的生活。在这里，李淳罡将自己的姓名隐藏了起来，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那个在武帝城上跟王老怪打得天翻地覆的李剑神。在这些村民的眼中，李淳罡就是一个缺了胳膊的羊皮球老头子。这倒是让李淳罡的心境开始平复了下来。其实在自己再次踏入陆地神仙境后，便不太喜欢打打杀杀的事情了。年轻人的江湖还是要让他们自己去闯才对。自己整日在这里插着秧晒晒太阳，过得也很怡然自得。偶尔江泥一时兴起过来学几招，李淳罡也是乐意教授的。不过曹长钦忙于复国，近几日让江泥不断的跟着他去找西楚的旧臣，也很少过来跟他这个羊皮球老头聊天了。但没有江泥，李淳罡的身边倒是还有一个叽叽喳喳的小子，也算是陪着他解闷了许久。在雪中悍刀行的西楚中，因为剑皇的存在，让西楚的炼剑之风兴盛了起来，有着不少的西楚名将都是剑道大师。不过在西楚国灭后，这些名将便也纷纷隐居，其中吕家的那个小孙儿还成为了李淳罡的唠嗑小友。羊皮球老头，你到底是做啥子的？叔伯他们都不说，江姐姐也只是说你是练剑的，你走过江湖吗？给我说说呗。小孩一脸期待地看着正在晒太阳的李淳罡，手中紧紧握着一把木剑。他的爷爷在当初就跟随西楚剑皇四处征战，西楚灭国后，他就被家里人带到了此地隐居了下来。虽然不曾见过真正的江湖，却也一直都很向往。如今自己面前就有着一个高人存在，自然要好好听一听他的故事。去，别打扰老夫看风景。李淳罡用脚对着小孩比划着踹了踹，
虽然没有真踹到小孩，但那种味道却还是让小孩立刻捂着鼻子后退了几步。听说你姓李，那就是李纯刚那样的剑客才了不起。你俩虽然都断了一条胳膊，却差了108000里。小孩还不死心的向前凑了凑，搬出了李纯刚的名字，打算刺激下这个老头。殊不知啊，此时在他面前的就是李纯刚。小娃娃说够了，就上一边玩裤裆里的小鸟去，老夫没空听你捧臭脚。李纯刚坐起来抠了抠脚后，便起身打算离去。而那小孩苦叫无果后，便跑回家跟自己的爷爷说起了这件事儿。他的爷爷听说了小孩口中的人后，便立刻要冲出茅屋追人，却随即歇气坐了下来，缓缓地告诉了这个孙儿那个老者的名字和故事。此时小孩也如同遭遇了雷击，久久不能回过神来。不过李纯刚却早已下山而去，不见了踪迹。在雪中悍刀行中，邓太阿曾前往北莽寻找拓跋菩萨比过武。如果不是李纯刚万里借剑的话，恐怕那一战这位桃花剑神就只能命丧当场了。在李纯刚下山之后，经过了7拐8弯的山路，便前往了一个破败的屋子前。此地曾是他走向江湖的起点，而屋子前山路尽头的山顶就是他曾经练剑的地方。顺着山路走到一处山坪之上，便是李纯刚埋葬爱人绿袍儿之地。在这个坟墓之前，插着他当年使用过的一把无名剑。世间剑士独我李纯刚一人，世间名剑独我木马牛一柄。这是我李纯刚30岁前的剑道。李纯刚缓缓地柔声说道，开始跟绿袍儿诉说着他心中所想的那些事情，然后便拔出了半百年不曾出鞘的剑，轻轻一挥，就劈开了面前的整座峭壁。邓太阿，借你一剑，可敢接下？随着李纯刚的话音刚落，天空之中便也传来了邓太阿如同滚雷般的声音。邓太阿有何不敢？谢李前辈为吾辈剑道开山。在邓太阿话音落下后，李纯刚便轻轻地将手中的古剑一抛，这一剑便开天而去，直奔身在北莽的邓太阿。而在抛出这一剑后，李纯刚便缓缓地坐在了绿袍儿的坟前，不再去看那仙人一剑开山峰的场景，跟绿袍儿说起了最后的一番知心话。因为此时的李纯刚就跟晚霞一样，用尽了最后的一丝光芒，照亮了后辈的剑道之路。只是到头来，李纯刚还有最后一个心愿未了。在雪中悍刀行中，李纯刚有着自己一生的挚爱绿袍儿，却因为当初的立场导致了爱人的身死，这也就成为了李纯刚自愿画地为牢20年的起因，同样也是他爹敬的原因，更是李纯刚一生的心结。那么李纯刚在身死的时候能否解开这个心结呢？在李纯刚借鉴邓太阿之后，远在武帝城中的王仙芝便也缓缓地走出了武帝城之中。只不过这一次他并不是一个人离开，而是带着一位身穿绿衣服的小女孩。老爷爷，我们这是去哪里呀？小女孩牵着王仙芝的手抬头问道。王仙芝听到她的话后也笑了笑，破天荒地跟这个孩子聊了起来。去见一位故人，既是前辈也是知己。虽然小女孩有些听不懂这些话，却还是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王仙芝拉着这个小女孩缓缓地前行。虽然二人看起来只是一步步地向前走着，不过旁人看来，这两人一步就是10里之远。因为王仙芝也在赶着一个时间。故人虽然是老朋友的意思，不过他们去的晚了，那么就真的是已故之人了。到那时候，见与不见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。在李纯刚的视线逐渐的模糊，开始打起瞌睡起来，他便将头缓缓地靠在了绿袍儿的墓碑之上。不过就在闭上眼睛的那一刻，他看到了一袭绿袍儿奔跑了过来。绿袍儿，李纯刚此时吃力地说出了这句话：我叫绿雨儿。那个绿衣服的小姑娘有些害怕地站在了李纯刚的面前，而李纯刚此时也用尽最后的力气，抬起手伸向了绿衣小女孩。绿袍儿，在最后一声响起之后，这个小姑娘的眼睛突然闪过了一丝光辉，连忙握住了李纯刚的手，然后用力点了点头，答
答应了一声。在得到了最后的答案后，李淳刚的嘴角微微翘了起来，不过却再也没有了气息。不远处的王先知看到这一幕后，缓缓地叹了口气：“唉，一个时代结束了。”老剑神李淳刚已死，《雪中悍刀行》第2季的故事也徐徐展开。那么接下来徐凤年一带的江湖会发生一些什么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